欢迎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，差一点迟到了，因为今天啊 ，Low E 啊，交通大打劫，开车超塞的。Low E 呀，就是下雨的意思。其实下雨天呢，特别容易塞车，主要是因为呢，容易出现车祸意外，所以塞查的情况就特别严重喽。你说的塞查就是塞车了。我也觉得哦，下雨天啊，真的非常容易塞车，所以最好呢还是搭捷运，因为呢不用找停车位，而且很方便，还可以掌握时间哦。捷运就是恰晕，恰晕呢就是捷运没有错，而且我也还蛮推荐坐公车的，因为现在啊手机只要下载 App， 你就可以知道公车什么时候到喽。那么这时候时间也能够更加的容易掌握。没错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呢，搭捷运上班不会塞车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跟大家说的是：坐捷运上班不会塞车。坐捷运上班不会塞车。今天Go Go公哈发就告诉大家，遇到下雨的时候该怎么样替自己节省上班时间。天啊，我们快迟到了，怎么这时候会塞查？这个路段啊，塞查的情况啊，就本来常发生的，而今天啊，还好没有 Low E 的话呢，塞查的情况就更严重。真的，我们失策了，刚刚应该去搭恰晕才对。我也很想要搭恰晕，那时间掌握比较精准，不会像现在其实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还是我们现在去搭恰晕啊？这样我车怎么办啊？也是哈，也不好停车。我们要快点，要迟到，都是塞查惹的祸。对啊，快点。敏华是不是搭捷运上班真的很方便，而且不会迟到？真的很方便，而且呢，我还听你的建议哦，下载了公车 App 哦，我发现啊，这样时间更容易掌控呢。真的，所以今天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，搭捷运真的很方便，捷运就是恰晕就是捷运了。那其实哦，下雨的时候真的可以选择搭捷运哦，下雨就是 Low E，Low E 就是下雨的意思。那么这时候也要跟大家讲说，下雨的时候选对交通工具就不会塞查了，塞查就是塞车了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呢，搭捷运上班不会塞车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坐捷运上班不会塞车。坐捷运上班不会塞车。今天Go Go公哈发，希望大家上班都不会迟到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